睡前故事第10話：永恆晴空的世界。一個叫晴光國嘅國度，天空永遠都係蔚藍，冇雲，冇風，冇黑夜，更加冇雨。人民每日都係笑容滿面，因為悲傷呢種情緒早已被社會系統視為病毒而刪除。人哋話光明先係文明嘅最高境界。主角莉莉17歲，喺國度裏面係一名成績優異嘅學生，從來都冇接觸過其他嘅情緒，只知道乖，要樂觀，要正向，要快樂。有一日，莉莉喺圖書館某個被忽略嘅角落，發現咗一本舊書，書名叫《雲》。書入邊有一幅畫，描繪咗一個小朋友手中撐住一件彎彎嘅工具，眼角流出不明嘅液體，天空中畫住密密麻麻嘅車線。莉莉唔明白嗰啲係咩，只係覺得畫面好奇怪，又令人好不安。佢唔知道落雨係咩，唔知道淚水又係代表咩，但呢一幅畫令佢心頭浮起一種陌生而沉重嘅感覺，仿佛記得一啲根本唔應該記得嘅嘢。從嗰日起，莉莉開始私下模仿畫中小孩嘅動作，甚至喺鏡面前練習自己流出液體，嘗試感受下嗰幅畫中無法命名嘅情緒。佢冇話畀人知，但喺一次偶然嘅機會下，佢遇上咗幾個都懷住相似疑惑嘅學生。佢哋喺地下聚會，聆聽禁曲，交換禁書。佢哋自稱為影子閱讀會。佢哋唔係反社會，只係懷念一種未知而真實嘅感覺，人性。莉莉響閱讀會嘅成員協助下，潛入咗政府封鎖嘅數據庫，發現咗一段歷史記錄。幾百年前，當社會過於混亂，暴雨成災，人民無法應對情緒崩潰與災害混亂，開始抗議天氣嘅不穩定性同埋心靈嘅痛苦。最終，永晴法案被通過，天空永遠鎖定為晴天，情緒都透過技術手段刪除負面嘅波段，光明成為制度，悲傷成為錯誤。莉莉終於明白，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天生係咁，而係人類選擇遺忘。莉莉拎住《雲》呢本書，企喺城市邊界，俗稱陰界嘅封鎖線前。嗰度係傳說中存有風雨、夜晚同不受控制情緒嘅地方。政府封印多年，冇人敢入。佢腳步輕輕踏出一步，唔再回頭。成個世界仍然萬里無雲，但風第一次穿過佢嘅指縫。佢細細聲講：冇落過雨，就唔會知道晴天有幾好；冇凍過，就唔識得溫暖。如果一切都只係得順利，就連開心都會變得無味。冇人知道莉莉最後去咗邊，但係喺某日嘅黃昏，晴光國嘅天邊竟然飄起一朵不完美嘅灰雲。但晴光國嘅國民冇人知道係咩，
因為從來都冇字眼形容過呢一種現象。人群依舊如常趕路，但有一位年輕人忽然停低，抬起頭，感覺到一陣細微嘅濕潤氣味。唔知點解，佢鼻頭一酸，佢喃喃自語講：我唔知呢種氣味叫咩名，但我好似曾經等過佢好耐。風呢個時候亦輕輕刮過大地，仿佛有啲嘢將會被重新記起。